乡亲啊，讲买厝愈慢买到了愈多哦。根据着银行上新的资料，最近这几年来，这个厝起上最是新德县，每一笔平均起将近7200万。啊，讲慢一年来买都要加付192万。排名第二的是台北市，要加开184万；第三名是嘉义市，嘛要加开70万。也毋过嘛有例外，讲这个苗栗县甲云林县的厝无起无大进，颠倒来落价。新德县新的兴建案一栋接一栋，厝价一年比一年搁较悬，想要买厝，敢若会使讨大开。经纪人陈中心上新的资料显示，全台厝价和去年同期相比，起上济所在都伫新德县。傻眼呢，我们真的是一年可能赚个100多万都跟不上了，我们薪水就是跟不上。全台湾都在涨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新竹还蛮扯的，对啊，涨得很快。 新德县的民众慢一年买厝要加开192万，第二名台北市要加付184万，第三名是六都以外的嘉义市，比去年同期相比，买房平均要加付70多万。除了六都以外，其他县市买房通科指数一直增加，不过嘛有例外，像苗栗县和云林县拢是无起价，颠倒各落价。通货膨胀的关系，那导致建商建材成本还有人工成本整个都上涨了，所以把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跟其他6都相较，新竹地区的房屋市场它有一个特别的属性。第一个，它的购屋的主力是竹科园区的这些消费者。另外，和去年同期相比，台北市也是冠军，第二是高雄，比去年同期加69万4000块。专家认为是和台积电到高雄设厂的话题相关。通园是起60万6000块，排名第3。都市发展、台商回流，再加上地产投资，各种原因，互厝价一年比一年搁较悬。想要找一个会当住的所在，落地啊嘛真正爱有够深。